為 Anita 白頭的連延輝。連延輝無線第6期訓練班畢業，轉做保險工作。我介紹給 Anita 認識，希望對錢沒有觀念的 Anita 能夠多儲一點錢。世故的連延輝常教大家很多道理，不妨對人好一點，將來有事求人，對方一定幫的。要向余爭、林燕妮學習。10年前他們都地位低微，但團結互捧。10年後，不就是大家一齊冒起？輝仔的焦點很早就放在 Anita 身上，視他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。Anita 是他心中的第一位，一叫即到，隨傳隨到，晚上6時蒲到翌日5時，日夜不分的陪伴着他。Anita 尋找心靈、宗教最美的地方，他也陪伴着他。Anita 發病之後，依然一直陪伴着。雪球的人群裏，就只有他做得到。他很早就白了頭，我想都是因為 Anita。